諗住得喺呢套別墅嘅主人，佢喺出邊起碼有成千上萬嘅員工，喺屋企最少都有幾十人，而且仲係生意場上嘅佼佼者。唔知我呢個方向描繪呢間屋未來嘅主人嘅畫像有冇錯呢？今日為大家介紹呢一套別墅咧，就喺珠海拱北關口附近，珠海嘅市中心，由兩套獨立屋組成嘅一套別墅，前後花園加起身有成2萬幾尺啊！一共有5層，10個房間，10個洗手間。呢度就係你屋企嘅前院，一共有成5000幾尺。咁我哋入邊睇下格局點樣？哇！打開呢一個財富之門，全銅打造，入面嘅裝修咧可以講話係極盡嘅低調啊，超級低調同埋奢華。事不宜遲，進入第一個鏡頭，成間屋嘅其中一個主旋律。呢個就係大客廳，7米嘅挑高，3面嘅採光，全景落地窗，入面嘅木頭全部都係進口嘅實木，望出去咧，成個山頭都喺你眼前。眼前嘅呢個畫面係咪可以令到你好放鬆呢？如果玻璃可以抹乾淨啲就仲正啦。冇錯，企喺呢間屋度的確令人感覺好放鬆。喺呢一度去到關口只需要10分鐘，返到香港只需要50分鐘，所以話呢套屋嘅位置係非常之好嘅。大家可以感受下呢間屋嘅裝修同埋用料。裝修好之後咧係冇住過嘅，全新出售後，成間屋嘅高度啦、空間啦同埋個景觀視野真係極盡嘅低調同埋奢華。成個別墅咧一共係做咗10個房間、10個洗手間嘅。咁我哋依家去睇下廚房。廚房嘅空間咧都係令我大開眼界。我第一次見到有咁大嘅廚房。咁呢一面咧就可以睇到我哋嘅後山頭，成個空間即係比我屋企嘅客廳仲要大。呢一度咧就可以煮西餐啊，後面呢度咧就可以煮中餐。呢面成面玻璃望出去就係一棵樹。呢一棵樹嘅造型我真係好中意，好似佢會隨住你嘅心情唔一樣，佢會唔同嘅花開嘅感覺。咁我哋依家到對面去睇下另外嘅一個飲茶嘅地方。依家我哋可以感受到呢個過渡下個裝修咧都係超級靚啊！大理石啦、瓷磚啦、木頭啦，佢可以做到每一間房嘅空間同埋景觀面咧，令人都特別放鬆。咁我哋依家鏡頭就嚟到我哋嘅後花園。此時此刻，唔知你會唔會覺得我喺珠海某一個公園嗰度取景，為大家介紹嘅呢個畫面？其實唔係，我就喺你屋企嘅私家後花園，將近2萬尺嘅私家後花園，後面有成個山頭都可以包落嚟。我哋一齊嚟欣賞下接近2萬尺嘅私家後花園究竟有幾大。嗱，喺呢度呢，就種咗好多果樹嘅，跟住喺花園嘅外圍呢，有一條人工湖，成個人工湖呢啲水呢都係活水。呢度呢仲做咗個涼亭，可以喺度釣魚啦、飲茶啦。呢個角度睇到係咪好似個公園咁樣啊？冇錯，其實呢度呢就係一個公園。嗱，你睇下呢一個湖泊係咪好靚呢？啲水呢全部都係活水嚟嘅，而且入面呢有好多魚，中間呢就做咗個湖心島。嗱，喺後面呢仲有一個棧道係可以爬山嘅。咁大咁靚嘅花園，你喺度做咩都得啦，而且隱私性呢係極有保障嘅，而且距離拱北關口只要10分鐘左右，返香港50分鐘，咁方便嘅生活配套，咁方便嘅地理位置，住喺呢一度咁靚嘅環境，想唔活到200歲都難啊！咁我哋睇下成間屋嘅面積呢係接近4000平方米嘅。咁喺我哋嘅樓頂呢望落去，哇，真係好正啊！10個房間，10個洗手間。如果大家都同我一樣中意呢套單位，記得幫我視頻點個 like。想要了解珠海中山更多樓盤嘅詳細信息，私信我啦。下期視頻再見，拜拜。